欢迎转到现场，今日好空比宝本大家第一咧，就是北美馆吼有咧儿童中心哦，儿童艺术教育中心啦。也只所在咧吼，喺北埔体咧吼，用艺术吼来做咧主题嘅咧，展览咧中心，做得本小朋友啊，还有家长啊，做得许多嘅片类老了哦。不过也体摆咧体验吼，来做咧主题咧，就係用礼物吼，加还有看到嘅就係蓝色嘅有冇？蓝色咧蓝色啦、白色啦来做咧主题哦。也摆做咧礼物呀主题吼，在里面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单元呐？是，那用礼物这个主题，主要就是第一个我们把儿童艺术教育中心当做一个大礼，好艺术的礼物，哦，真给你懂台啊！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当然这次也感谢台积电艺术文教基金会他们的赞助，好，那我们跟他共同成立这个中心，然后把这个儿童艺术教育中心送给在所有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意思，其实礼物的另外一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gift，那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天赋，啊，就是像这个主视觉的海报上面那个礼物的那个 gift 的字。那天赋其实我们是希望小朋友来到儿童艺术教育中心的时候，能够去发展或者是启发他艺术上的天赋，或者是可以在这边发挥他创作上的天赋。古时候就迄本夹着伊咧空间就错嘅，夹着有嘛个想法啦、天马行空啊，就做在迄度嘅片发挥夹着嘅创意就错嘅。没有错。不过喊黑会有一类主题式的，就是可以想导他们，然后带领他们做在迄度那一只方向啊。从一摆就用礼物，古时候用礼物来做一类主题嘅时节，会有目标嘅单元啊。还有看到就会我的宝贝礼物，是我的宝贝礼物，讲迄哪嘢咩？古时候系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会有目标用嘅礼物，系冇？这次的展览的其中的一个单元叫我的宝贝礼物，那这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单元，是因为里面展出的东西都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品，那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个公开的征求，一共有81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所提供他们自己收到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可能是朋友送的，可能是父母送的，可能是情人送的。某听说会轻贵耶，不过会轻有意义耶，就是没有错，就是他这个礼物是对他非常的珍贵，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征求来的时候，我们除了请他提供这个礼物在现场展出之外，我们也请每一位持有者提供了300字左右的故事介绍。来讲一下你这个也在礼物的故事，系嘛？是怎么得到的？谁给你的？对你有什么意义？你把它放在哪里？谈讲低度啊，没有咧注重这个系冇？这个电路这个礼物的低度吼。这个很不好意思，因为嘿，因为抛砖引玉系冇？我要拿出来吼，故说太敢要做点拿这个宝贝安尼。我不是因为组长，所以我自己偷偷的放了一件，是因为我刚开始其实我们并有一点担心，怕没争不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很私人的东西，我们怕大家不太愿意拿出来分享。展览完毕是会还的吗？都会还，会嘛哈。那我当时就想说，那我至少自己要先抛砖引玉，先丢出一个礼物来。那我后来其实想一想说，我其实没有什么礼物，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礼物，所以对。后来我就想到说，我好像去年生日前，我自己买了2张电影票，自己偷偷去看了2场电影啊，是我很喜欢的电影。那我就想说这是我自己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就当时就把这个在 iPhone 7的 iPhone 买了这个电影票，拿来当做这个展出的内容。就说这底度吼，大家还有看到有咧 iPhone 的电影票吼，给种吼就系留住这种气概。不过刚刚看到吼画面红吼有动到，小朋友吼大开了，给这样大开了的感觉呀，就系我的宝贝礼物，系冇？有81件作品，全部就是在这个像柜子里面一样，像柜子一样。设计上就是用柜子的形式跟抽屉，所以那个小朋友的下面是抽屉。抽屉。那把它做成柜子跟抽屉是有一种好奇心，小朋友喜欢打开，对，然后他有一种。他多多少有一点点窥视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偷偷在看别人的东西的那种好奇心引诱他。那他看到这些东西，小朋友真的很喜欢打开柜子跟抽屉，就每一个小朋友来，每一个都要打开，每个都要看。那会很快就坏掉啊，空。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制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个耐用耐操了，不然小朋友很快就把它弄坏了。那当然安全性刚才也有想到，所以每一个柜子打开的时候，抽屉打开之后，你们会发觉都有一层亚克力保护。那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跟
外面的民众借来的非常珍贵宝贵的东西，所以当然不能让人家去碰，那当然遗失是更不可以发生的。所以每一件礼物前面都有亚克力罩，可是小朋友其实看到的东西他很难察觉有亚克力，所以第一个动作的就是去伸手要去拿，所以常常就会听到砰的一声，或者是那个亚克力被推进去的，所以常常要维修。不过每位有志工啊嘛，该的低度。不过俺一开始好有想到哈，嘿，儿童中心哈，就是我们常常讲儿艺中心，有小朋友会受灾后就会非常的看某。秩序一些嘞，因为你又会分给他有一类空间，好，之后再分给他有老料啊、走来走去啊，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放肆，跟看摆堂一些放肆的在那边这样子玩啊。你如果是在一个这样的空间，会有一个人一直紧老去讲啊，做唔得按呢，做唔得给做唔得吧，其实也是限制给他的行为啊嘛。其实第一下在儿艺中心很猛的吼，较小的很猛，轻量分给他做得去。对，就是其实，在北美馆的任何的展览空间或公共空间，我们都有志工的朋友在帮忙，不管是看管秩序或者是维持秩序。那儿艺中心也是有，那每一个展间都大概有志工在现场。那当然，我们鼓励小朋友去探索，去发掘，但不鼓励破坏。那假设真的小朋友有比较生意比较大啦，或者是失序的状况，我们现场的志工都会去劝说，那也会去。你应该知道亚美类教育啦，吼，因为细年吼对细开始可能就会，然后给他就讲鸦片。然后就是跟儿童游乐场喺某共用的素材，也可能喺咧艺术中心，可能呢类呀艺术中心应用的行列，然后许多游乐园喺某共用的，也咪係咧教育对小朋友来讲。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那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希望家长或者是小朋友认为台北市立美术馆有了一个儿童乐园了，所以那我们其实是想培养他来美术馆参观展览的一个习惯，所以他在儿艺中心所做的任何的行为跟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其实跟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他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作品，一起去讨论作品。那当然毕竟是一个以儿童为主的空间，那小朋友其实随时都很嗨啦。那我们随时都会注意他们的这个状况，当然也会注意他们的安全。那知道也咩係對家長係咩係一類教育啦，因為我知道家長吼，今後吼喺啲你去之前就做對老小朋友講，根本你愛去奶，嗰隻素材可能會有乜個規定，冇法喺小朋友你去你地度哇，看到暗態空間有拍攝咧哇，啊做你喵，伊個老料啊乜個。係做得咧，唔過係喺尤其嘅規定還有規範啲地度，先老家就講嘅話，可能就有一啲對美術館來講，咩係一啲較好嘅事情就錯嘅。除咗咧，吼地度有咧嗌就是我的寶貝禮物，咩係有咧嗌看到動態嘅咧行李箱，係冇？是，那也是另外一個單元，對不對？對，那個是我們在這個禮物展裡面另外邀請的藝術創作團體，就喺畫面上看到嘅，是，也可能看到係咧。行李箱聽，不過其實佢動態吼，擰喺做得放下去吼，就可以躺在上面。大概可以躺5到6個大人在裡面。那這件作品是一個表演藝術團體，就是非人即社。我們這次劇團，我們這次特別邀請他們來。那他們主要是以表演為主，劇場表演為主。可是他們這次是第一次在美術館的空間為美術館所做的一個這樣的裝置型的作品。那它這個底度係乜㗎？係裳服係嗎？是衣服，就真的是一個行李箱的概念，裡面放了各式各樣的衣服。對，那它的衣服其實就是代表了每個人在一生當中，他可能會在不同的階段穿的不同的衣服。他就是說我們人從生老病死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的這樣的回憶跟記憶。那這樣就好像把這些記憶當作衣服這樣折起來，好好的折起來。不過你底度係真經年周青就係裳服係嗎？其實它這下面是彈簧床。它只有哦，要會鋪滿的話要很多。它只有表面鋪了一層衣服，而且。不過唐宮要底度嘅裳服係真經就係這個劇團非人即社給他的 Captain 底度嘅 Cap。就是他們劇團的服裝，是不是？他們自己拿出來的一些舊衣服，所以你會看到有的好像是新娘裝。
有的可能是学校的制服，就是从小学到可能到高中，不同的阶段，或者是跟职业有关的衣服。不过刚刚有看到啊，有声音诶、胎宁啊，就说在放地给片啊，在躺着的时候，他们会听着，他们戴着耳机耶，他都在躺动嘛，该呢？刚才那个画面，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投影啊，这个女生她在看，那个里面有8段影片，8段影片在讲人的不同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有影片，那耳机听着的也是有配合影片的一个对话。比如说他可能是跟出生有关，所以你会听到妈妈在分娩的时候那个疼痛的那个喊叫的声音。那也有譬如说跟死亡证明书人走了之后，那你可能会听到的是牧师的一个祷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画面跟声响的配合。那他利用这个，让他这个作品是人要上去躺在上面，然后看着画面，听着里面的声音，这才是这个作品想要表达的一个意象。感觉亚扎作品吼，亚扎导演吼，会想到动的凝轮呢，会有很多的人，大小朋友特别喜欢上去。嘿啊，送去安尼躺到这个一生吼，就从一开始都可能都是啦吼。不过小朋友老太人啊，看到也方面，听说会有莫同样的感觉吼。对啊，因为小朋友其实对影像跟声音都很好奇，可是对内容来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大人那么去理解，因为他毕竟还小，感触没那么深。对，因为生老病死他才刚出生。那可是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是妈妈跟着小朋友一起躺在上面，然后会边听边聊天，那这个就是一种互动跟交流。不过像亚种的展览吼，含迄亚种的法通吼，会有讨论，含迄会就迄总区就迄家长啊，一个爸爸妈妈来教育，老土定小朋友安尼去喏，含迄亚美术馆亚片会有一个有某共用单元的讨论演的呢。我们有安排所谓的亲子导览，就是说我们会有馆内的这个志工，或跟我们的教育人员，会每一天会有固定的时间，那我们会让小朋友带着他们去介绍作品，有这种活动。像刚才我的宝贝礼物，还有就会都会看到的，也在行李箱也还没还有点娘，系冇？叫打包，打包就打包走啊，打包，这不是吃剩下的东西，打包不是，是你的拧绳的行李箱就抽给。因为每个人其实在一生当中，就好像自己有带的一个行李箱，那不断的会把很多的回忆跟记忆，好的坏的都会收进去，然后就带着走。故说也係也把嘅像兩隻單元吼，咪算係啲也禮物一隻主題地度，一隻主題吼，禮物一隻主題係對新年時候開始，係對到哪時呢？9月份。9月14。9月14。對。也係暗藏嘅展期吼，故說每會有動到無共嘅單元啦吼，香港咧吼下一趟吼就做對小基本大家吼，而咧有8集吼，有8集藝術家吼嘅作品哦，會啲咧素材吼展覽本大家啲哦，故說咧等下吼就本大家啲，也下先來也可以哈。